虽然身为医生不应该依赖奇迹，但偶尔有奇迹发生的话，你心情好点了吧？也谈不上好坏，就这么干着呗。加油啊，守门员！你也是，摆渡人。上车嘛！来了。徐太太，现在身体断的部分我们已经接起来了，头面部凹陷我们已经填充了，然后脸上的伤疤我们也做了整容修复。这不行，他脸上的伤还能看得出。亲朋好友都会来参加告别仪式，我们家孩子也会来。我不能让任何人看出他脸上有一点伤，一点都不能。但是，刘师傅。你不是最好的遗体整容师吗？你整啊！照片我都发给你了，你就按照片上整啊！你说过你行的。可他伤成那个样子了，我们很难做到跟照片上一模一样。我不管，你必须把他恢复以前的模样。你答应过我的。妈。钱的事就交给我了，爸爸的身体最重要。甲状腺手术一定要做，找县里最好的大夫。我还有钱，你不用担心。哎，你怎么下来了？走吧，咱们把会场收拾一下。等一下还有一场呢。你没事吧？真的打电话啊？没事儿。我爸甲状腺上的结节又长大，医生让动手术，可能是恶性的。如果人这一辈子一定要得一种癌的话，甲状腺癌是最大的仁慈。大柳都抖，还是会怕，怕我爸万一真有什么事儿，留我妈一个人，该怎么办呀？要不你今天别主持了，找人代替你吧。你休息一下。会好的，不就是一个小结节吗？肯定会没事的。啊，给我，给我。礼物是不是你弄的？收拾！我跟你说啊，你自己收拾，出来！你给我弄这么乱，遭贼了！没事，我一会儿收拾礼物弄的。哎呦，控制住了！哎，我控制住了。这是什么？那是舞台模型，我以前在剧院上班的时候做的，刚从我妈家拿回来。你做的呀？哇，这个都那么精致，舞台上一定很漂亮嘛。什么项目呀？演了吗？后来？演啦，但当时没有我做的方案，最后决定采用3D 打印技术来做舞台装置。我当时又比较坚持自己的想法嘛，所以就3D 打印，干嘛用的？3D 打印就是
3D 打印。可以尝试采用3D 打印技术来修复遗体。你谁呀？你干嘛的？我赵三月是您徒弟三月。我徒弟？那你跑来教我怎么修复遗体？你是不是忘带东西了啊？你要是忘带，你拿完赶紧走。如果我修复的遗体能让他家属满意，您能去帮我跟陶春说句话，让我留下来吗？你修复遗体，用那个什么打印？对。行，你修，你修复。是这样，如果人家属认可你那个什么打印修复，别说你留下来了，你就是要当我刘清明的师傅，我都认，真的。我说话算话，就修，修吧啊！他这是高兴还是不高兴？建模就是通过扫描逝者生前的照片，建立3D 模型。这个过程必须非常准确，像颧骨、眉骨、眼窝凸起和凹陷的程度，这些照片没法体现的地方，就需要人工手动调整。而在此之前，老师傅们只能用木头雕刻一个模型，再进行翻模。怎么样？师傅用了你做的人脸面具，徐世聪爱人那边也同意了，高兴啦？